国际新闻：叙利亚南部贝都因族和德罗斯族发生教派冲突，双方对下一礼拜临时总统呼吁双方要遵守停火协议。美国嘛介入叫以色列停止攻击叙利亚。虽然目前是暂时停火，不过贝都因族放调讲，若无讨到公道，就会继续战落去。 叙利亚临时总统夏拉19发表电视演说，呼吁苏伊达的贝都因战士也有德罗斯族派系遵守16特成的停火协议。资讯部长随后也讲，双方第一阶段停火协议会在苏伊达地区生效48点钟。 ومنعا لانزلاق الأوضاع نحو احتراب دائم جرى الإعلان عن وقف لإطلاق النار يتضمن تفاهمات توافق عليها الوسطاء مع 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لضمان فض الاشتباك القائم ومنع تجدده في المستقبل وإعطاء فرصة للحلول السياسية تحت مظلة الدولة. 在宣布停火生效前一天，苏伊达又爆发新一波的冲突。对叙利亚各地来援助贝都因族的阿拉伯部落士兵加入战火。随行的英国天空新闻记者也看到这个战争的情况。Okay, there's a lot of firing going on. We appear to be surrounded. Suddenly, after a lot of quiet for a long period, there's an awful lot of firing. 在第一阶段停火生效了后，苏伊达地区的贝都因士兵也暂时放下武器处理伤兵。内政部也宣布派遣安全部队进驻苏伊达，来防止冲突再发生。这场内战持续将近1礼拜，以色列16到17两天连续轰炸大马士革甲苏伊达，来保护立场支持以色列的德罗斯族。当时空袭也造成正在报新闻的叙利亚电视台主播赶紧走。这场浪费冲突到即阵已经造成几百人死亡，尽管已经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贝都因战士领袖讲，该族的老人妇女甲囡仔遭到斩杀，除非讨回公道，若无会继续来战斗。公视新闻张淑君编译。